咁啊，陀飛輪咧一直都係品牌嘅一個旗艦系列啦，最高端嘅系列。咁佢出過有幾個版本嘅，第一個版本咧就係水晶啦。咁其中其實最受歡迎嘅都係黑金款啦，黑金款已經賣完啦。咁啊，現場咧依家都係得翻一隻白色嘅啫。咁啊，第二代嘅旗艦陀飛輪咧就出咗陶瓷外殼嘅，咁啊出咗4個色啦，黑色、藍白。最特別嘅其實係灰色，因為黑同白嘅陶瓷款大家都見得多，但灰色嘅咧好少見。咁佢嗰個顏色咧上手都會顯得好鬼死高檔嘅。咁啊，今次嚟到呢度攞到嘅係最新嘅啦，就係碳纖維系列啦，4個色亦都係 OK。咁我陣間錄細節俾大家睇。